除了清明爱祭祖，一寡民众因兜拢有家己的风俗，亲像阮兜住伫北部，就是食这刺壳所做的草仔粿。另外有民众住伫南部爱食这润饼糕，而且润饼内面有的包饭，佮有的包大面哦。这寡所在呢，清明若做爱食这润饼，这润饼皮啦、润饼糕的生意是强滚。伫屏东就有一间做润饼皮店，对半暝就开始卖。另外有一间卖润饼糕的，民众就爱排队排3点钟才会买得到。虽讲这润饼皮价钱有起，不过这清明一年才一届，大家也是会买啦。屏东市北区市场透早就遮尔侪人咧排队，初五清明这天，大家拢是来买润饼皮。清明照习俗，然后就会来买这个吃。本来差1斤可能要大约5分钟到10分钟之间。有些人可能差1斤，可能就要20-30分钟。为什么？慢啊，没力，手没力啊。这间润饼皮的店，半暝1点外就开始卖，店内加开10炉，透暗赶紧做润饼皮，比平常加几10倍的量，民众要是爱排队。屏东另外一间卖润饼糕的店，排队的民众排到街路细一连，若是要买，至少拢爱排3点钟。我来到真多3点钟，排3点钟，就5、6点就来排队啊。 5点50排的啊，啊，真8点50啊。哎，好吃啊！哦，刚完蛋了哦。对啊，拜公妈啦。为着清明，业者增加10外的员工，半暝2点营业。边仔几个大鼎拢无用咧串料，要是袂负责润饼糕。清明拄好4天连假，高雄这间润饼糕的老店生意嘛真好，因透早4点就发号码牌，无摕到号码牌的，为着应景要食一个润饼糕，嘛是爱伫现场等。记者陈嘉文综合报道。